唔係啊，唔係，行翻出去先，行翻出去先，行翻出去先。O K O K。公司如果唔照顧你，公司係對於你話你病咗乜嘢，喂你康復咗之後，公司仲同你簽1年合約喎。你識講1年，嗰1年就叫我休息。嗰1年叫你休息就係一樣嘢，咁我諗一樣嘢，就算係你休息多啲啊，你估一個需求量大嘅演員喺公司嚟講，從來都只有人鬧 TVB 嘅啫，好少人讚 TVB 嘅，老實講，好少人讚 TVB 話 TVB 係真係照顧周到。佢係耍嘅啫喺度，因為原則上公司有個條，即係話你用一定係用自己嘅合約演員，咁其實即係傾就係最緊要就搞掂係鋪，因為即係如果簽咗你梗係有人用啦，你唔簽都邊人敢用？你諗喐嗰陣時，你叫個監製揾繩吊頸咩？真係，係嘛？揾繩吊頸。嗰次我哋傾嗰句話都盡快開定我。我諗你盡快翻嚟你咧，我講你翻嚟我哋先啊。跟住我話講但係劇裏邊係我由受傷一路到現在咧。我一路以嚟，你拎去俾 TVB 啦，因為我唔管啲嘢嘅，呢啲嘢我唔理嘅，因為我好多嘢做啊，唔係我去個個人啲嘢我明白啦，因為咧，因為你俾我咧，我一定係冇人睇，我唔會睇嘅，我一定係俾我啲同事睇嘅啦。你拎去因為咧，唔係啊，我其實咧，我受傷我真係，嗱，你唔好真係我大把。咁你嗱，你咁樣，你就算要交俾我，你寫我名喺 TVB 即係分正常嘅渠道，你叫人叫我交俾我啦。因為我係面對啲記者，佢哋都唔肯出嚟接信，都係我出嚟見你啊嘛。嗱，而家咧不如咁啦，你即係咁情況，你第一咧就一係咧你就透過演藝協會嗰度啊，我諗咧嗰度咧就會即係佢哋同我哋啲管理階層都有啲説話可以溝通下嘅，咁啊睇下咪可以即係因為你自己本身如果係會員更加好啲嘛。唔係因為係㗎，即係處理手法嘅問題，要喺呢一行度即係生存嘅係咪？反而變咗對你個影。我哋一齊拍劇啊！你知道我哋拍劇嘅時候咧就好開心嘅，凝聚咗一種力量喺度，大家有份感情嘅，我都好掛住佢哋咯。咁啊，歡迎你哋翻嚟啊！我哋一齊開工。仲有啊，有盤菜食嘅好似啊，一齊翻嚟食盤菜，皆大歡喜。